賽馬會有趣學中文文化回應故事圖書系列，點讀筆使用說明。賽馬會有趣學中文文化回應故事圖書系列，為幼稚園低班及高班各設計咗7個主題故事。故事圖書系列按深淺程度設有3個分層，可以俾能力不同嘅幼兒使用。基本操作：電源鍵，長按點讀筆上嘅電源鍵3秒，啟動點讀筆。賽馬會有趣學中文文化回應故事圖書系列，我哋即刻開始邊玩邊學中文啦！音量鍵，短按上3個形鍵提高音量，提高音量，短按下3個形鍵減低音量，減低音量。音量總共有8級。長按上3個形鍵可以切換至上一段錄音，長按下3個形鍵可以切換至下一段錄音。用點讀筆點擊封面、圖示、圖畫或者文字，就可以開始聆聽故事內容。點讀筆有5種點讀模式，分別係全書閱讀、全頁閱讀、單字、跟讀同埋主題曲。不同嘅點讀模式可以切合幼兒嘅不同學習需要。全書閱讀模式，點擊故事書封面上嘅任何位置，或者點擊全書閱讀圖示，就可以聆聽成個故事。第一天上學去，今天馬恩道新。一邊聽故事，一邊揭去下一頁。小朋友可以透過全書閱讀，一次過了解成個故事嘅開端、經過同埋結局。全頁閱讀模式，點擊全頁閱讀嘅圖示或者頁面嘅圖畫，就可以聽到嗰一頁嘅文字內容。日信和哥哥參加比賽，小朋友可以透過全頁閱讀，認識不同嘅句式結構。單字模式，點擊故事內容嘅單字，就可以聽到嗰個中文字嘅粵語讀音。興奮，小朋友可以透過點讀單字，認識中文字一字一音嘅特性。跟讀模式，點擊跟讀圖示，進入跟讀模式，然後點擊想要跟讀嘅內容。例如想跟讀全頁內容，就可以點一下頁面嘅圖畫。想跟讀單字，就可以點一下嗰個單字。聽完有關嘅內容之後，可以喺點讀筆播出提示音後開始錄音，跟住內容讀一次。當跟讀時間結束後，會自動播放一次聆聽內容同埋跟讀嘅錄音。播放完畢後，點讀筆會自動返回點讀模式。跟讀模式，偉恩很喜歡動物，到你試下跟住讀一次啦，開始。偉恩很喜歡動物，偉恩很喜歡動物，偉恩很喜歡動物。小朋友可以選擇再次點擊跟讀圖示，再跟住讀故事或者文字，又或者點擊其他圖示聆聽文字內容。只要再點擊跟讀圖示，就可以退出跟讀模式，並且回到點讀模式。點讀模式，透過跟讀，小朋友可以學習字詞嘅讀音，掌握句子嘅語調變化，同埋提升佢哋嘅整體表達同聆聽能力。主題曲，點擊主題曲圖示，就可以聽到故事主題曲。錄音鍵，短按錄音鍵開始錄音，再按錄音鍵停止錄音，並且播放當前嘅錄音。可以開始錄音。你好，你好。長按錄音鍵可以刪除當前錄音。檔案已刪除。播放暫停鍵，短按播放暫停鍵播放錄音。你好，再按多一次就會暫停播放。使用完畢後，
長按點讀筆順嘅電源鍵3秒，關閉點讀筆。再見。